嗱，你會偏向 man 啲嘅男人，定係帶有少少女性化嘅男人呢？嗱，我諗大家都有共識噶啦，你哋一定係中意睇靚仔噶啦。我自己個人咧會覺得 man 啲係有吸引力啲嘅，例如係金城武啦、吳彥祖啦，你話木村拓哉呢類型嘅係有強烈男性特徵嘅男藝人嚟嘅。但係你有冇發現到咧，而家嘅審美咧係開始轉變緊嘅咧？尤其是啲東亞國家，日本啦、韓國啦，你甚至係香港，越嚟越多人咧係中意啲偏向女性化少少嘅男仔嘅。你見到韓國嗰啲G-Dragon 啊、金秀賢啊，其實呢啲都唔係好傳統好 man 嗰種類型嚟嘅。你可能會話，喂，歐美國家咪唔係咯，好似 Iron Man 啊、雷神啊、David Beckham 啊，哇，呢啲咪好傳統、好典型有男性魅力嘅人咯。但係同時間咧，你會見到當年嘅 Justin Bieber 啊，你話 One Direction 出道嗰陣時，紅透半邊天㗎喎。嗱，所以問題就嚟啦，如果係同一個人嘅話，你會覺得佢應該打扮得 man 啲好啲啊，定係有一個 balance 喺度會好啲呢？嗱，有研究發現咧，大部分嘅女性咧係偏好一種比普通男性再女性化少少，差唔多38% 左右啦。咁你又點睇呢？comment 話俾我知啊！如果你對科研美學有興趣嘅話咧，記得 follow 我哋啊！